今日 Lala 行街睇樓要介紹嘅係位於筆架山豪宅嘅 Beacon Peak。九龍塘筆架山係傳統嘅豪宅地段，地勢居高臨下，背靠獅子山郊野公園。而項目位於筆架山嘅頂部，可以遠離煩囂之餘，相對私隱度較高。Lala 行街睇樓嚟到九龍塘，帶你哋參觀一個超豪嘅豪宅 Beacon Peak。先嚟介紹一個2座15樓嘅單位，佢有獨立電梯，實用面積係1276尺，佢有3房2套加工人房。跟住要介紹呢個單位係5座20樓，都係有獨立電梯，實用面積係1865尺，4房加2套。跟住再帶你哋睇下露台外邊嘅景觀。跟住要介紹嘅係6座21樓 A 單位，實用面積係1555尺。睇完晒示範單位，當然係要睇下佢哋嘅會所啦。
今日條片就介紹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呢個係筆架山超豪嘅豪宅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